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35601的本土病例，后个月年底选举，确诊者敢会当提早解除隔离去投票？市议员表示会讨论。因为热带性低气压甲外围环流影响，明仔载开始北部会个上大雨，温度落到20度以下。中共20大选股通过决议，条反对台独写入东州。咱陆委会回应讲，中国变这款出头，咱是早就要到啊。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因为大水祸，调定明池3庄6港村的79个人总算拢平安落山。公路总局早起10点外开通便道，先甲物资载上山，互路点山顶的员工甲警察，落尾才甲游客全部送落山。另外，因为热带性低气压甲外围环流影响，明仔载开始北部会个上大雨，温度会落到20度以下。救援团队将物资送入明池3庄，早起10点外，公路总局确认便道会当通行安全了后，27台吉姆仔、3台救援车出动前往明池3庄转接民众。除了老守的2名外澳加3名警员，79位受困民众总算会当转去。赶伫后一波淡薄季风来临进前，总算会当全部将受困警员撤离。不过警方后续天气预案有高度造成灾害风险，路段将封闭到年底，除非紧急需要，人车一律只出无入。连日落雨了后，大台北地区早起短暂出日头，不过2、3起，随台北季风增强，加上热带性低气压相重影响，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汉花甲大台北山区爱提防局部大雨是大水雨发生，东部地区天气也不稳定。今天到明天的话，主要是受到热带性低气压。那明天的话，降雨主要是东北季风也会增强，所以今天到明天之间，台湾附近的水汽上都比较偏多的一个状况。气象局提醒，2、3起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低温会来到大约19度，中南部花东低温也会伫21度左右，里面温差大，天气变化真紧，民众爱注意穿较少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今仔日增加35601的本土病例，死亡个案有52例，其中上少年的是一个20多岁男性。另外，过个月就是9合1的年底选举，确诊者敢有法度提早解除隔离出来投票呢？卫福部长市议员强调讲，主要是考虑疫情的变化，会交予指挥中心的专家会议去讨论。新冠本土疫情有较降，截至增加35601个本土病例，比顶一摆6降期下降7成倍。中重症有153例，死亡有52例，其中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20多岁男性，本身有神经系统疾病，大可无注个疫苗。新人伫上市节确诊23发病大院，不幸伫16因为呼吸衰竭败血性昏迷死亡。10月13号，个案开始发烧、咳嗽，快筛阳性，并收治住院。那10月16号过世。因为日本无认可国产高端疫苗，目前民众要去日本除了用自费做 PCR 采检，应选择补助其他 WHO 认证疫苗1到3剂。为了费经费，高端公司不只爱提供 PCR 检测费用，还阁赔偿。卫福部长市议员表示，这是民众权利。这个是高端跟民众如果有这个求偿的法律依据的话，当然是可以啊。另外，各月就是9合1选举投票，外界关心确诊者是不是应提早解决出来投票。市议员指出，主要是考虑疫情变化，会由指挥中心专家会议进行讨论。目前的话，其实中选会有一定的规划，那牵涉的因素是在于说疫情的转变会不会让这个需要隔离的天数有所变化而已。高端公司新冠疫苗 EUA 保护力报告小数要求10月底进行报价，若无可能取消 EUA。市议员表示，目前还未收到高端资料，不过也强调时间还未到。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公告确诊者未当出门投票，引起危险疑虑。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表示，中选会伤外讨论，呼吁中央赶紧做决定。若无可能有民众为着投票挑工唔讨无确诊。若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表示，疫情的变数真多，相信中选会会兼顾民众的权益。另外，针对自高端疫苗民众，敢会当免费验 PCR？ 国民党的参选人张万安表示，伊只讲指挥中心唔知代志轻重，
嘛讲陈时中咧想问题，要安怎得到人民的信任？做小托用中心论坛，黄珊珊讲到疫情期间，台北市政府增加补助托育机构。伊讲会做托育机构的靠山，争取少年爸爸妈妈的选票，针对确诊者无法度出门投票，引起危险议论。黄珊珊批评中选会即马才讨论伤晚，民众为了投票，恐惊增加确诊乌数。他想要投票，他就不通报了，会制造更多的黑数。政府应该鼓励人民守法，不是鼓励人民不守法。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做？现在就要开始做，就是做好决定。那到时候做配套做法，要下通到全国几万个投开票所。疫情一直在变，到底最后到选举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实还有很多的变数。不过讲中选会有中选会选举的专家，他会兼顾到人民的权益。陈时中表示，这是伫防疫甲人民的权利中和甲选择，疫情变数真多。那我近选举会拿平龙，周万安表示，投票是宪法符合人民的权利，行政院应该适时修正。另外，有立委提出，做高端疫苗民众应该得到免费 PCR 体检，但是中低调回应及指挥中心积极处理。周万安不安批评做法是颠倒病，因为民众相信政府去施打高端，结果事实证明他们现在还要去补打国际疫苗，这其实不是补打，这个是重打，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相关的费用增加，当然不应该由民众来自己负担，但是政府也不应该草草了事。陈时中低调回应高端疫苗议题，黄珊珊认为这是陈时中迄当时的政策，应该对外有所回应。周万安也批评，各界积极疫苗决策，陈时中选择回避，安怎会当得到人民的信任？北市选战为着疫苗继续发烧。记者综合报道。那民进党的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今仔下晡成立竞选总部，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拢去相挺，这也是因第8届替蔡其昌徛台。那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嘛去台中替市议员助选，不过干那讲几句话就去走后一个行程，并无甲罗秀燕相照面。蔡其昌，蔡其昌。总统蔡英文来到台中，替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加油。副总统赖清德也共台相挺，这也是正副总统第8摆替蔡其昌有关声势。蔡总统也严厉批评台中市长罗秀燕施政不力。市政不能再延宕下去了。现在的市长如果不愿意负责任，也不愿意做，那就让有行动力、有责任感的蔡其昌来做，大家说好不好？为三手线空污甲结婚议题，蔡总统全力助攻，也强调蔡其昌有执行力，强调要并转台中。那国民党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来到台中替市议员朱銮英徛台，也毋过公告前一天，连夜批评蓝营候选人甲老炮市长合体，韩国瑜也反击。我看到3个立法委员昨天开记者招待会，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我都听不懂的事情，又把卢市长也讲了一堆，又把我给讲一顿。我们不要这样子的政治。韩国瑜简单致辞了后，就赶场，甲寻求连任的台中市长罗秀燕无共台，也无相拄面。罗秀燕伫韩国瑜离开大约半点钟了后才到。罗秀燕表示行程满满，才无法度共台。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今天跑太多地方了，不好意思。如果卢市长他有总统梦，那他就去做他的总统梦。罗秀燕一连赶8个选务行程，不过蔡其昌表示，目前韩国瑜并无政治位置，对助选无特别评论。不过罗秀燕最近积极到外县市辅选，心已经无伫台中，有总统梦，纳入互相攻防，台中选情继续加温。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第20届的代表大会今仔日刷稿，通过党章修正案决议，嘛选出新的中央委员甲候补委员。根据司仪宣读台湾相关的部分，修正案甲坚决反对甲压制台独写入党章，佮讲要贯彻一国两制。另外，伫中场休困的时阵，中国前总书记吴金德向离开会场，引起关注。同意的代表请举手。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进入最后一天，2000多位党代表以无记名方式伫北京大会堂内投票选举，也陆续表决，包括党章修正案20大报告等多项草案。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定反独促统，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根据大会书记的宣布，即摆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决议，同意要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将人民军队建设成做世界一流军队，也将坚决反对甲组织台独入党章，要全面准确坚定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另外，党章也提起发扬斗争精神，共同富路顶，坚定历史自信甲历史主动，传承红色基因。加斗争也爱会晓斗争，两个确立加两个维护也写入进一步巩固习近平在党内权威。一定要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就伫闭幕式结束之前，中场休困的时阵，八十岁中共前总书记吴金桃突然伫边仔人的搀扶之下离开，甲习近平有短暂的互动，也搭李克强会经过头才离开，正做媒体关注焦点。那较早公布的第20届205名中央委员，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栗战书王阳、韩正等4个人，拢无伫名单内。代表4个人为政治局常委出局，23将召开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确立新领导班底。记者综合报道。中共20大选稿通过修正案决议，甲坚决反对甲压制台独写入党章。咱立委会回应讲，中国变这款反对台独要统一的出头，咱是要出。那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批评中共的党章头尾讲法斗袂捌。那国民党立委温玉霞认为蔡总统甲台海的局势如无如海。有学者分析讲，中国展现反对台独的决心，是警告美国莫介入西弄台独。中共20大支持结束，上述关心就是通过党章修正案决议第10大部分党章，写入坚决反对甲组织台独，搁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立委会回应，中共党章修正反倒出统的一贯宣示，伫咱的预料之中。持续站稳4个坚持，强化4大韧性，捍卫国家主权和自由民主，不退缩、不动摇。立委会呼吁中共新一届执政当局放弃侵犯对抗的旧思想，用和平对峙方式不求化解无共款意见。民进党赵天麟批评中共党章前后矛盾，一方面把极具挑衅的一国两制写进党章当中，在同一弹当中却提到说要发展和平、民主跟自由，这完全是相当讽刺的事情。最好是要两方坐下来对谈。这个才是重点。岸对边境相对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是他们想要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预防嘛。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思考，我们要怎么走嘛。温玉霞指出，两岸欠政治沟通管道优先台海情势，因为蔡总统将两岸局面带到危机阶段。学者分析，中共充分展现反台独决心，也警告我无势力认为是被封建制作中台独风气。眼前的当务之急啊，就是避免外力介入。大陆方面一直认为，在美国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果他继续还有台独党纲的话，那就是跟中国共产党他把台独列进去，这民共之间呢是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任何的交往这种情形。中共发动围台军演，各受界当中加上美国军方甲高层真一摆示警，中共指控日期可能换台，无排除时间搁提前，互两岸局势紧张。刘春山认为，中共明年未换台，对中方来讲，台湾将法律带动入宪是不可侵犯底线，这是不属一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罗西亚过去10几天，为着要反制乌克兰反攻，就摒设射飞弹甲无人机轰炸基础设施，引起国际谴责，认为罗西亚现就违反国际法。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佮批评罗西亚挑工唔互载粮食的船出口，目前尚无有150只船，但要载货。一台一台巴士开到克里米亚的火车头，车顶的民众陆续落车客行李，这拢是为乌克兰赫尔松和俄军撤离的民众。为了阻止乌克兰反击，俄罗斯过去10几天加强用飞弹甲无人机轰炸基础设施。针对俄罗斯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指控俄罗斯挑工拖刷联合国其中协议的粮食船只出口，目前至少有150只船，搁咧等待增购物。
На сьогодні більш ніж 150 суден знаходяться у черзі, щоб виконати контрактні зобов'язання по постачанню нашої агропродукції. Це штучна черга. Вона виникла лише через те, що Росія свідомо затримує проходження кораблів. 外國媒體報道，這個糧食出口協議喺7月由聯合國土耳其其中協調成功以來，已經為烏克蘭出口將近1100萬噸嘅穀物和其他糧食。澤連斯基批評這款行為會讓烏克蘭嘅糧食有300萬噸無法度出口，影響差不多1000萬人無法度食飽。而俄羅斯攻擊烏克蘭基礎設施嘅行為，嘛引起安理會成員國嘅批評，認為俄羅斯明顯違反國際法。A new wave of bombardment has deliberately targeted 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leaving some 30% of Ukraine's power stations damaged or destroyed. These are attacks on Ukrainian civilians' way of life, and they are a clear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除了批評俄羅斯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針對烏克蘭指控俄羅斯用伊朗嘅無人機做攻擊，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嘅駐聯合國代表嘛要求聯合國做調查，認為俄羅斯甲伊朗攏違反咗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嘅決議內底有關伊朗嘅武器禁運嘅條約。不過，這個要求卻讓俄羅斯嘅代表反駁，講這個指控無根據，拒絕讓聯合國嘅秘書處做假調查。我是新聞台同朋友。調查美國國會暴亂案的特別委員會之一，甲美國前總統 Trump 發傳票，要求 Trump 在11月初4之前交出去年正月初6國會暴亂迄當時相關的通訊記錄甲錄影一款證據，佮愛 Trump 在其中選舉過去國會作證。外國媒體就要講 Trump 應該袂配合，伊會拖到明年初國會任期結束，但委員會解散。美國白宮國會頭前，真濟民眾也美國國旗攏入美國會引起暴動。這是去年正月初6發生的美國國會暴動。今麥美國眾議院調查案件調查委員會立即向美國前總統川普發出傳票，要求伊在11月初4之前交出國會暴動的通訊記錄佮影片等等的相關文件。All of us here today do not want to see our election victory stolen by emboldened radical left Democrats, which is what they're doing, and stolen by the fake news media. 傳票內容佮要求川普在11月初8其中選舉了後，愛在11月14左右到國會作證。委員會在批內底表示，就親像咱在聽證會所顯示的，包括數十名你在前任的時期所任命的人員甲員工，咱已經收集到真濟證據，在你親身策劃監督之下，暗算推翻2020年總統選舉的結果，甲阻礙政權和平的轉移。另外，調查委員會過去捌傳喚真濟屆川普的親信，嘛是前白宮國門巴農，也毋過巴農煞拒絕配合，和美國聯邦法院在7月判巴農表示國會，這個判決嘛在2日公布，巴農互判監禁4個月，加6500塊的美金，差不多代表20萬塊的罰款。The judge today was my judgment day by the judge, and he stated for the appeal. We'll have a very vigorous appeals process. I've got a great legal team, and there'll be multiple areas of appeal. 川普另外一名親信納瓦羅嘛，因為無配合相關的傳票，共款互指控表示國會後個月嘛要出庭接受審理。外國媒體咧約76歲川普有可能袂配合傳票，會拖到明年初國會任期結束，但特別委員會注定解散。我是新聞台同朋友。鏡頭轉來到國內，台灣邊境解禁，不過觀光業欠工的問題猶未解決。針對目前旅館業當咧欠人，有民代就建議請移工。不過，租車業者表示，其實應該是遊覽車這類的客運司機上欠人，伊個有4000外客，即馬已經開1年薪水100萬的條件要請司機，嘛希望政府協助輔導客運車司機來開遊覽車。台北市觀光巴士甲5000級餐廳合作推出餐車巴士，在疫情了後更較受歡迎。這幫下晡2點半發車的班次專車客運，現場也有民眾來問。疫情了後，大家攏出來佚佗，也準備迎接國際觀光客。不過包含觀光巴士、遊覽車駕駛攏是大欠工的狀態，業者講真需要政府協助。目前職業大客車、客運加這個遊覽車應該是至少有4-5千人左右。我是希望政府能出面，引導現在的計程車駕駛，給予轉業，比如免費的這個
教育训练。业者表示，疫情一拖900外天，不少大车驾驶早就专业，上侪人去开价停车，除非政府介入，短时间内因着找袂倒来。另外，旅行业虽然导游协会甲领导协会已经展开培训，准备找回精力，不过国门拍开初期，出入境旅行团无济，大家也拢在等看卖。业者也在准备，所以在这些培训的部分也陆续在找人。当然，他们如果说有一些缺额，若找不到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这边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协调。观光局表示，因应指挥中心出入境团体旅游应注意事项，全团导游领队要完成防疫讲习训练。到10月底之前，已经16000多人报名，有资格人力已经慢慢振动起来。若是业者有欠人，观光局也协助。记者综合报道。2港一暝无断电的梅迪黑松定时设计马拉松，2日开始连续2港伫清华大学比赛。今年拢总有240个学生参加，参赛者会使自由发挥创意，透过电脑程式设计出创新的想法。来自全国240个高中以上的学生来到清华大学，准备参加连续2港一暝的创意竞赛。比赛内容主要是希望学生利用科技创新，结合资源甲技术，除了发挥创意，大家也通互相交流。在这样的活动下，可以接触到一点团队合作，因为平常在课堂中可能最多是自己做这样子，因为需要跟别人交换想法，可能可以学到这样一方面的知识，这样子。我们想要就是对植物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监测系统，就是看它的成长啊，然后它的状况，然后就看就是可不可以用感测器的方式，然后就是让我们知道它的状况。另外，还有不少的科技厂商来到现场，提供学生专业知识。主办单位指出，透过学生参企业之间的交流，相信对未来学生的学习会真有帮助。那同学在学校学了这么多扎实的技术之后，最后还是要为社会所用嘛。那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厂商在这边也提供他们的题目，让大家可以更提早了解说这些企业里面的需求是什么，且能够把很多的问题解决的策略公开在网络上之后，能够给更多人更多的启发。梅迪黑客松是清华大学甲阳明交通大学连续第10年举办的比赛活动，同学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参组员做伙打造出独特的作品，实现家己的创意。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垃圾袋会当记物件，嘛会当有教育性。来看有2个对台文有兴趣的少年人，设计一本全台文的垃圾袋，希望大家逐工掀垃圾袋的时阵，拢会使看台文、讲台语。是为着希望大家逐工拢会用最少接触到咱的台语文安尼啊。看起来照本家风格内容嘛，拢用台文字做一本台文垃圾的单小剧甲单媒体，因为做过出版，嘛想要好更较侪人认捌台文，就想着会当用垃圾挖进大家生活。伊可能是咱全台湾第一本以台文为主题的垃圾，有包括就是俗言言，嘛有歌曲，嘛有道具，就是互大家会用欣赏台语的丰富多元甲形象安尼。当人开当挂的时间，参考教育部台语词典甲台文老师的指导，甲拜1到礼拜，阁有特别的日子，分做8大主题。像拜1就用加油画做破头，拜2小解淡散搭配图片，互看的人通知影台语的正确念法，嘛互看垃圾正做一种趣味。好茶粉就是讲海苔粉的意思，迄当阵我咧画图的时阵，就注意到这点，这点就是我有特别画出来。就是伊是粉的形状，伊毋是一片一片的。除了写出物件，嘛会解说意思。因表示，虽然垃圾呈现是逐工过的日子，但是希望透过淡薄改变，互看的人对每一工拢有期待，嘛互现垃圾的时，通感觉有学到物件。记者点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天气玻璃仔，最后来看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3度到25度，中部地区23度到29度，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23度到28度。外岛地区20度到27度。
时代改变，网青已经真做一款新的头路。不过，这么多网络频道，要互看到实在是无简单。要做网青有啥物美角？要安怎拍出声人目的影片？稍等7点半，请收看《青春的日网》，带乡亲来了解。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咱再会。